大家好，我是妇产部的林明英护理师。今仔日真欢喜邀请到咱婚龄的岛地实验室的高kend景文化研究员，伊对咱婚龄的妈祖信仰真有研究，所以我知影这件代志了后，我就是足期待邀请伊来替咱上这个课。因为虽然妈祖是咱就是台湾一个基本上是大家人的大部分人的信仰啦。毋过其实我家己对这妈祖并无啥了解，所以其实我想要知影搁较侪有关咱这信仰的一寡内容，所以我就邀请阿景来替咱上今仔日这个课程。请阿景开始。阿景，你的麦克拍开，有安尼有声。今仔就是受到民营邀请来甲大家分享这个咱婚龄妈祖的这个信仰安尼。首先咧，就是要先甲大家小可介绍讲，咱婚龄算讲全台湾有足侪妈祖的一寡民俗活动，但是伊就是有算讲伊有大细的项目就对啊。伫咧咱的国家法规内底，伊有一个名称叫做国家指定重要民俗的这个，算讲一个分类安尼。伊有分国家级别，还有县级甲这个县市级别部分。伊咱国家级别有婚龄就有占4个，就是算讲这个甲妈祖有相关的民俗活动。伊这4个伊的内容、伊的形式，搁小可无啥共款。今仔日就是要来甲大家分享这4个婚龄的甲婚龄有关系妈祖的民俗活动。第一种就是要来讲这个进香。所谓进香咧，伊就是一间庙为一间庙去到另外一间庙，这个过程伊就叫做进香安尼。伫咧是安怎要进香诶？伊各有2种，各有分做2款，这个目的啦。第一个就是讲咱妈祖吼，伊有诶妈祖伊毋是自底就出现诶，伊可能是为某一间庙分出来诶分身。阮会叫做分灵安尼。这个灵体咧，伊就是伫咧伊大即个所在，伊诶就是人来拜拜诶时阵，伊就会发挥嘛，就是互信徒或者是帮助信徒去处理一寡疑难杂症。对，但是咧，伊咧处理这个代志诶时阵，伊就需要就是消耗伊诶能力，就是伊诶香火安尼。咱咧拜拜诶时阵，就是算讲甲添香火啦，但是咧，就是伫咧咱甲添香火诶即个过程，也是袂赴伊诶能力甲补充，所以咧，逐年就是来选一摆诶时间，一个时间固定，等于伊诶祖庙去做即个挂火，就是甲即个祖庙诶香火甲挂来婚姻庙。安尼，这是第一款的进香。咱会叫做挂火挂，还是讲挂香？这个挂咧，就是就是咱用刀甲挂开，就是我分，就是我有一堆物件，我要挂互你一半，我分互你一半的这个意思。所以咧，这个挂火咧，就是为祖庙甲一寡香火挂互婚姻庙。就是伊诶主庙诶意思。若讲伊咱台湾上出名诶挂火诶活动，就是即个白沙屯嘛，因为伊就是为即个白沙屯苗栗诶白沙屯国行来到咱诶北港，所以北港朝天宫是咱白沙屯中天宫伊诶祖庙，北港是白沙屯诶祖庙。伊当这时嘛是
台湾真侪所在的祖庙，所以就真侪所在伊拢会来到咱即个北港来进香挂香安尼，这是第一项。再来第二项就是讲，伊拄则咱会讲是祖庙甲婚姻庙的关系，另外一种是同款是一个庙去到另外一间庙，但是因无挂火的即个动作，因为因互相毋是，伊毋是没有隶属关系，所以咧，譬如讲即个大甲妈，咱讲大甲妈咧进香啊，伊就是为大甲城、大甲镇南宫行到新港奉天宫，即个大甲妈甲新港妈咧，因两个无啥物人是啥物人的祖庙，所以咧，因来到即个所在，因要做的就是要来做拜访的即个活动，就是讲即马就是有衍生出一个互相拜会香的即个形式，对，所以咧，即个另外一挂进香的另外一种形式，就是叫做会香，就是咱上出名就是咱的大甲妈的进香安尼，即两个咧，因为因伫咧咱网络顶悬啊，定定拢会讲食妈绕境，还是讲白沙屯妈绕境。其实绕境绕境即个事，因即马咧做诶代志是毋对诶，对，就是即个直接甲双方大家澄清一下，就是讲咱大甲妈来到新港，还是讲白沙屯妈来到北港，因做即件代志，就是咧绕境，因为绕境诶是咱等下会讲，就是要家己诶即个管辖诶范围，对。再来，拄则咧讲即个要紧诶，就是就是伊袂去别个庙，应该是讲伊袂去别人偷伊诶管辖诶，就是伊家己内底去做顺手，去顺看觅啊，讲即个所在有啥物歹物啊，咱甲除掉，是讲咱诶即个咱遮诶居民。因有啥物款需求，有啥物款诶病痛，伊无法度去行去庙诶，咱可能就会就是透过即个温存要紧诶即个机会，去甲即个地方诶人去做个束缚安尼。第四种诶，就是即个贿赂。伫咧咱婚姻上出名诶，就是即个六爸妈诶过路啦。六爸妈咧，就是讲，是安怎伊需要过路咧？就是因为六爸妈伊本身，伊其实毋是咱咧讲诶天上圣庙，伊诶本名叫做林默，但是六爸妈伊即阵妈祖伊诶本体其实毋是林默，是另外一个姓林诶宗亲。伊就是算讲一个姓林的女性，伊就是过身了后，就是可能有一寡心结的发挥，所以咧，伫咧因房头内底，因就是算讲，哪像互天上圣庙侍奉即个即个姓林的女性，或者就是变做嘛是有即天上圣庙的即个封号。伊诶意思就是讲，伊有两个兄弟啊，就是伫咧即个姓林诶宗亲，伊变做妈祖诶时阵，伊就是变做是厝人诶人，祭拜了后，就是有可能因为一寡因素，就是弟仔需要出去别位去住，所以咧，就是变做讲。刷出去大了后，咱即阵妈做啥物人要来办？客恁兜是客阮兜，安尼变做拢爱走种远诶所在来到阮兜，安尼就是
若干若放一个人因兜，就是会造成即个较无公平诶状况。所以咧，因就是伫咧，因就是约定一个当年一个时间，今年妈祖放阮兜，明年我煞去恁兜，安尼就是当年咱爱轮流去服侍咱即个六帮仔，所以咧就是变做讲，伊伫咧一开始拢是厝内诶人，帮头内底诶人，家己咧做即个过路诶工课。尾下来就是开始，可能妈祖诶家私愈来愈侪，伊可能有一寡香、甲灯、甲一寡花需要搬煞，就是一个人搬袂赴，就招咱诶即个厝边头尾做伙来。所以咧，伊到即马来就是讲，大家人就是拢会出钱出力，伫咧过路即工就是规钟头诶人，所有6个钟头，人拢来到即个过路诶所在，就是帮六帮仔搬厝安尼。所以咧，今年即马诶即个六帮仔才会变做遮尔，算讲遮尔出名，因为伊就是一个当年拢无共所在，足侪人拢咧参与诶一个过路一个活动，就是以上就是大家甲介绍讲，咱婚礼有虾米款诶即个民俗，甲妈祖相关诶民俗活动。再来遮就是我有小可画一个图，就是我有点出一寡咱婚礼一寡较重要诶个乡镇，咱婚礼有20个乡镇，内底就是有足侪因算讲大庄因庄母内底诶大庙是虾米庙？红色诶这部分是讲遮主神拢是咱诶天上圣庙，是咱妈祖。咱就看着讲，咱婚礼有20个乡镇内底，敢若一两三四五七个乡镇，是以妈祖做即个中心诶主神。就是讲，咱婚礼其实有超过一半诶所在，拢是以妈祖作为以迄个乡镇敬祝的艺术对。这就是讲，给大家讲婚礼做这，咧给分享就是我参与着一寡较重大诶即个妈祖诶民俗活动。迄个就是咧讲即个大甲妈进香，大甲妈进香诶部分。大甲妈进香咧，咱拄则有讲着是，伊是为大家，是台中诶大家，行到咱诶即个家己诶新港，中途伊会经过彰化甲云林。要来讲是安怎，我会甲即个大甲妈做结缘诶原因咧，就是其实就是讲，因为我伫咧大学诶时阵是读即个静宜大学诶台文系，静宜大学台文系有一个足出名诶老师，伊号做林武元，伊是即个算讲民俗文化相关诶一个真专业诶专家，伫电视顶头嘛，定定看着伊安尼啦，伊咧就是伫咧，伊啥会出名，就是讲伊有出一个功课，就是伫咧大学伊读会学生仔，伫咧大学期间一定爱经过一摆即个大甲妈进香。所以咧，阮就是伫咧过2021年诶时阵开始，我就是对即个大甲妈行，为大家行到新港。当然，这中间毋是真正拢全程拢行，就是有哪行哪休安尼。但是就是一直坚持到即马，就是2021年到2016年，26年整个5当6当诶时间，我有参加即个
感觉进香。介绍讲，进香的时阵，需要传什么款的装备？迄个就是讲，咱头顶一定要搭热，迄个记即个过日啊。咱咧行的时阵，咱是九天八暝，所以咧日时的时阵，迄个时阵通常天气拢要热就是日头足大诶，所以咧过日啊咧，伊第一个就是讲，当早日，因为面积足大诶，会当早日，这是一个较实务性诶即个功能啦。另外一种是算讲伊诶意义性，就是讲，因为较早诶人咧会去行大甲妈诶人，通常拢是即个农民，对，因为大甲妈咱伊个有一个称号叫做雨水妈，就是伊若行过一个所在，迄个所在就会落雨，啊，即个会落雨，就是因为算讲会落雨，所以农民就是足需要伊降雨诶，所以上信妈祖诶即个文，是讲即个职业就是即个农民做事人，所以咧因就是较早诶人是拢咧行大甲妈诶时阵，伊就是会立即个过日去做妈祖行即个九江八暝安尼。对，第二个是民间咧共款嘛是因为着要就是有当时啊流汗、切汗，还是讲你会跋咧红毛棍，就嘛会当红毛棍会较袂拍着你安尼。对，过来是即个手龙，手龙呢是伊其实是嘛是一个早日的一个装备啊，就是手龙，咱的手骨有当时啊穿短的，因为迄个时阵足热诶，所以较无可能穿长的，所以穿手龙诶较袂手骨较袂去拍乌去，就是讲拍伤去啦。个布鞋啊，就是爱穿旧诶布鞋啊，因为新诶布鞋啊，你若穿袂合，还是讲还袂惯势，你咧行诶时阵，你咧行九江八暝诶时阵，你可能行到一半，你诶骹就动不调啊。所以咧，你一定要穿你有惯势即个布鞋啊。来是即个正香旗正香旗咧就是伊是一个正香，怎讲咱香灯卡诶一个向灯，就是讲咱若请即个正香旗，咱等下再讲，就是讲这正香旗就是表示讲你要做咱妈祖堂诶香灯卡，你要对伊行，你即个功能咧，我等下咱给介绍。过来是喙烟，喙烟咧就是算讲即几年才开始有服药，大家就是挂喙烟嘛。第一就是因为迄个 COVID-19 过了后，就是大家拢惊讲即个喙烂会感染着啊，什物？搁有一部分就是讲，若是讲有放炮啊，喙烟嘛诚好用，较袂去输着迄个炮啊符安尼。对，是牌啊，甲刹车，就是你行九天八暝需要的即个物件，拢总就是放伫咧即底，你较好，就是虽然讲沿路也是有诚侪热心的人分享一寡食的物件，甲啉的物件。若是有一寡使用的，比如讲你的衫裤，因为九天八暝，所以你总是爱洗久还是讲有通好借大的，会当借大人厝，若无通好借，你可能需要一个枕头的物件，就是厝咧涂骹就黏伊要困安尼，对，这就是即个。我惊即几冬来是讲有人想要去行即个参与即个大甲妈进香，
建议你准备的物件。来讲正阳期，正阳期，这个正阳期其实毋是一定爱需要的一个装备啦，就是讲伊这就是第一个就是讲咱讲的头顶骹的身份证，过来就是讲一支旗啊，伊顶一支旗啊就代表一支军队，就是讲咧，咱是安怎无要用其他的物件做身份证，要用旗啊，是古早人古早咧小镇的时阵。做一个军队，军队要走位到位，就是看这个旗啊要发号，迄个发号是咱的对。所以旗啊就是有代表讲，这内底这顶管有这个兵将伫遮，咧甲你沿路对你行，甲你守护安尼。个是讲沿路个会用打卡。会当即个囡仔更一定，所以你若有机会去行大甲妈进香的时阵，有当时啊你会看到讲有个人伊个旗仔顶悬足侪，就表示讲伊已经有行过足侪间即个庙寺安尼，对。要安怎摕到即个香旗咧？就是讲，第一个就是爱做跋杯，就是你爱去庙诶，甲即个妈祖婆禀报讲，地主啥物人，我要对妈祖行进香，想要请即个香旗，请妈祖赐我圣杯，爱3个圣杯，爱有3个圣杯才会当算妈祖有同意哦，摕到这3个圣杯了后咧，伊就是算讲是一个甲妈祖婆的一个约束，就是讲我请这个旗啊，我毋是干那行一档我都无要行，要行上无爱行3档，对，因为这3档咧就是算讲是一个对你的考验，就是你家己爱想好清楚，你真正有想要，就是讲。因为清旗啊，这毋是凊彩诶代志，所以咧，咱就是爱想好清楚要行就行上无爱行3档，这是一个对家己诶考验。若行过3档了后，通常啦，就是行过3档了后，第4档、第5档会搁继续行。所以咧，我今年就是嘛是2021年开始行嘛，行，已经行到6档啊。你若是讲，你若有即个旗仔了后，你就是逐年若要去进香，要对妈祖婆进香的时，进香之前，你就爱先拨一个时间去庙诶，甲妈祖婆讲今年我要安怎行，就是这是一个流程，就是有即个旗仔，互咱就是会，算讲对妈祖婆有一寡。就是咱会甲伊互动啦，就是讲我今年要安怎行，还是讲我今年有啥物款诶代志我无法度行，要甲请假，这拢是爱去庙会甲伊跋杯，互伊同意安尼。就是这个就是沿路会去即个夫人转因是，这算是一个我感觉即个香旗。较趣味诶所在，就是讲咱沿路咧行，就是愈侪我感觉讲，我真正有行着啊。夫人甲迄个转因尤其是即个夫人嘛是代表即个神明诶能力伫咧顶悬，所以咧，咱若碰着一个夫人，是讲咱请即个香旗诶时阵。咱就爱伫咧香炉顶悬洗3粒，代表讲即个神诶能力甲即个兵将，即马起来到咱诶即个旗仔顶悬，就是互旗仔对咱做伙行，对互兵将对咱做伙行，若要
就是行煞了，结束了后，我着爱甲这个新民的品种，甲品种佮献过互这个新民，所以咧，咱着爱及时进洗啥咧，伊着佮等于安尼。再来这个正香期的一个禁忌啊，就是讲，因为这个旗啊，一个旗啊，伊就代表讲，咱像新民共款，新兵新将嘛是一种新民，所以咧，咱袂使家伊放伫涂骹啊，倒放，袂使安尼，因为可能互人下过啊是安怎着无礼貌。再来就是讲袂使炸入去这个便所，这嘛是迄个对新民，你安怎对待新民，就爱安怎对待这个旗啊，对。啊，然后咧就是会当看到讲，这个真侪新民要来，除了妈祖婆伊家己炸的遮个人头了以外，在地新民在地庙，伊嘛拢会出人头出来甲妈祖婆来接驾，所以像这个顶管橡皮顶管，伊这个是宝岛的八关团，八关团的就是讲，有即伫咧庙会时阵，伊就拍落弄鼓啊，还有放鼓吹啊，遮伊就是即个声角的即个担当就对啊。啊，跟还有出西阵，啊有诶出啥物观众秀啊、家将啊，遮会拢对。过来是马祖婆伊家己扎诶军队咧，咱伊家己扎诶阵头啦，但是伊诶阵头是算伊家己诶护驾队，啊，遮诶护驾队咧，佮有分无共款诶工课。第一就是即个手旗，手旗咱拄仔讲旗仔就是即个军队诶代表，所以咧咱就有即个手旗队，啊，过来就是技术队咧就是伊手头拢有摕一寡计士，这拢是兵器。这两个就是拢讲，若是拢拄着一寡，因着爱做头前，啊，甲神明拜，啊，再来就是讲，若是有拄着，算讲爽诶，是神明，爽诶伊是较阴诶所在，啊，若是讲神明要经过即个爽家诶时阵，伊着爱遮个护驾组，就是遮个手旗队甲技术队，因着爱甲咱妈祖婆围起来，围起来，较袂去互遮个较阴诶物件去吸着安尼，对。啊，过来是即个，算讲即三个福德美丽啊，三太子甲神童，即三个咱统称号做童仔，就是因就是拢细仙诶，翁仔安尼，细仙诶翁仔，一个人甲人差不多悬诶。即三个就是拢会出来，算讲嘛是拢会跳舞啊，就是讲咱上知影诶是即个三太子，伊是种诶出来做跳舞诶表演，对。啊，即两个嘛是拢会就是人祝福咱诶兵家也好，还是讲咱新民也好。过来是即个综艺团，综艺团咧伊就是较大声诶，即就是咱千里眼甲顺风耳，千里眼甲顺风耳。啊，伫咧千里眼顺风耳要到之前，就有即个扫角队，因就会负责来分即个扫角，啊分即个扫角咧，就是代表讲啊妈祖要来，啊大家肃静，肃静，就是讲咱来传买即个传买祭拜安尼。过来就是沿路就是会看到讲真侪即个疫情甲咱交代诶在地人啊，因为有可能是通过问题啊，还是讲身体无方便啊，因无法度就是沿路安尼行，所以咧因就是选择讲我伫阮兜，你有经过阮遮，啊，阮就是传一寡烧茶啊，还是讲传一寡食诶啊，招待咱这
在地人招待咱即个香客，然后算讲替香客服务，对因来讲，替香客服务就是咧替市民服务。因为遮个香客就是拢算讲对妈祖就是做伙行，互咱妈祖会当一路安尼平安顺顺啊行过安尼，对，所以咧，在地人因负责的工课就是用心来服务咱遮个香客咱即个市民安尼，对。即部分就是即个伫咧伫干嘛进香，就是会看到遮个算讲画面啦，就是我感觉真一行大干嘛诶时阵，伊互我体会就是讲，咱会坚持，有诶人真侪人就是拢会坚持要行到头，无就是讲即个已经行足久诶啦。我定定是伫咧休困诶时阵啊，可能会甲边仔诶人，无熟悉诶人就是拢会开讲讲，伯啊，恁行几年啊？你为倒位来诶？就是拢伫咧沿路，我感觉就是咧行进香诶遮诶人，拢总讲足善良，就是伊袂惊你青分，伊袂惊你讲就是你要对伊安怎啦，所以都无爱插伊还是安怎，因就是会看到讲咱拢会行咧即条路，就是行即个大家嘛进香诶即条路顶过，安尼咱就是拢做伙，咱是共心诶，就是拢会做伙，就是真好甲人开讲啦，就是我感觉行进香，你也想要甲人开讲诶啦，去进香诶路诶，基本上逐个拢真好斗阵安尼。过来咧，要来讲另外一个是即个北港爷妈祖，今仔日是准备两个活动要来分享。第一个是即个大甲妈，大甲妈咧就是算讲伊甲学校有关系，甲阮算讲，因为我伫咧台中读册嘛，所以就是甲伊拢有有即个缘分诶啦。过来就是讲要来讲即个北港诶爷妈祖，爷妈祖北港，因为阮兜是伫咧云林诶县长，就是隔壁。即个爷妈祖诶时间呢是伫咧农历诶3月19到20即两天，通常会行到就是第三天21号，21号诶透早安尼，对。伊阁有一个天号，一个外号叫做北港诶小过年，就是一般人讲咱才会找逐个过年，过年就是全家拢转来团圆。伫咧北港来讲咧，其实可能3月19诶人，可能比正月初一诶人更多。因为伫咧即天咧，大家就是为着要甲要来即个运庄爷妈祖诶即个活动，所以咧有诶人伊是请假转来，有诶人是爱就是拢直接翘课来读册就翘课就转来，甚至阁有较含诶讲法是讲，迄个做兵诶逃兵用来逃转。即个讲即个逃兵逃转来即件代志，就是旧年诶我就有感觉，因为旧年我就是咧做兵，迄个时阵诶我就是心内一直咧想讲我敢会袂转来即个3月19爷妈祖诶即天，结果咧就是因为我是年初诶时阵，顶年要做兵做4个月，算算可能就是伫咧新历诶4月中即个时间，结果互我等，既然互我等到3月19，农历3月19迄天拄退伍，所以我就赶紧拼着。这是我感觉就是迄个时阵，妈祖辈真正有咧看，就是有咧甲我看日子啊。
嘿，叫我迄工就一定要，所以关键迄工天气。对，嗯，即个北港妈甲我之间的即个缘分的是，其实是有两种因。第一个就是即个信用科啊，因为北港妈咧其实是虽然讲伊是咱即个北港妈祖的总本山，就是讲真侪所在因拢会去来挂香啊，还是安怎？有时咧，咱若要讲信用科啊，即个信用科啊，伊的意思咧，其实是即个伊真正会去北港赢妈祖去装的运装的迄种，才会当算是伊的信用科啊。伫咧我住咧元种嘛，元种即个所在咧。尤其是阮庄诶无大庙，所以阮庄若要运庄，拢是5冬一届，5冬一届。运庄诶时阵，就会是去请马铃山诶五娘公，甲咱即个北港妈祖婆，所以拄好今年嘛是5年到，就是要运庄诶今年，对，所以咧，对我来讲咧，妈祖婆咧我出世诶时阵，伊就一直咧看顾我，因为我是伊范围内底诶子弟安尼，对。但是即件代志伫咧我大学诶时阵才发觉到即件代志，就是我之前拢敢若知影讲哦，有啥物庙啊，咱真诶有咧留咧，但是我迄时啊，就是细汉时阵拢无真少甲看即个神明，也是讲甲伊即款关系。过来一直到我大学诶时阵，拄着一个同学，伊是当人，伫我大学诶时阵才拄着诶。伊就甲我讲，伊3月19要转来运庄，看我要做伙来。所以咧，一对就是共款，嘛是4、5冬起跳，一直我拢会去甲伊做伙去叫迄个叫班诶衫啊。对妈祖去叫运庄安尼，对。即北港妈祖伊一个特色咧，就是我感觉第一个是讲伊诶神轿有够侪，伊诶神轿咧一顶轿就是一尊神明尔，即个神明咧就是有6顶是拢是妈祖，为大马，为祖马一直排到6马，我拄好服务诶所在是即个3马诶金城峰。对，是金城峰，就是即个妈祖诶，伊即个会，因拢会一个妈祖会啦，就是即个会诶名称，方便来分辨，对，就是我是讲三马，过来其他5顶，有比如主爷、虎爷，即个福德进行，甲即个祝神娘娘，佮一个是昆山妈祖，这就是算讲，加一届出去就是遮侪五仔顶桥咧行，遮我就是即个，就是遐咧行诶，即个画面，讲即个桥板伊诶方块有啥物？对，第一个是讲叫做水甲，水甲咧就是足简单诶，你就是对咧行咧，对马祖婆安尼大街小巷安尼软来软去行，第一个。第二个是叫做长桥，就是你去遐就是伊有足侪人咧伫边仔嘛，就是拢会轮流轮班，就是一般来讲是拢会互遮有一寡有经验诶人主要咧讲诶人，但是有一寡时间伊是会当互就是咱较像我这汉草较不好，较菜诶人，我若有想要讲，我若想要替市民来服务，我嘛会用主动甲伊讲，我想要班跟几条巷仔安尼，对。再来第三个就是即个，算讲真真重要诶特色，叫做接炮。即个接炮咧，意思诶就是讲，
咱平常时啊咧行运装啊，还是讲进香也好，神明要经过的时阵，进前就爱先放一个炮，放一个炮啊，就是算讲来甲神明迎老咧咱诶。嗯啊，但是咧，伫咧讲咧迎妈祖，伊放炮诶方式无共款，伊是爱把神轿放伫咧即个炮仔顶悬，过来人咱诶桥班人员是围伫咧神轿边啊，即个来点火。啊，所以咧，因为即个动作咧，就是神轿甲人拢围伫咧遐，啊，若像咧甲迄炮仔食起来安尼嘅感觉，所以咧，咱就是讲，即个叫做食炮安尼，叫嗯即个是无虾米风险的，就是讲，因为若要去食炮的人，伊就是一般来讲就是穿迄个桥班衫，伊迄个较有高度，过来穿挂手笼，手套的迄种手笼。啊，过来面巾嘛是暗的，所以咧，伊基本上你有可能去互抢着，但是较无有啥物性命危险。比较迄个迄个咸水的风炮，甲迄个会当诶炸弹弹来讲，咱已经是足稳妥嘛。但是讲，啊，迄个画所以面就是桥就是徛咧迄炮诶顶悬哦。对对，伊就是徛伫咧顶，迄个炮对就是放咧下骹。点的时阵，啊，伊就是像这个烟就是遮大安尼，对，啊，迄个画面就是足壮观的啊，啊，基本上就是较有经验的人会活较内底，较无经验的啊活较外口，啊，有诶迄个民众，种要来参观的，伊若有想要体验的，伊嘛会当就是边啊徛较远的，徛较边啊，啊，小可感受即个温度，啊，迄个烟安尼。嘿，以上就是我即个介绍大家嘛，甲即个分享啦。啊，上尾啊就是会讲甲大家就是算讲总结一下是讲，咱的妈祖的民俗活动，还是讲毋管是妈祖也好，其他王爷公啊，还是国庆帝君啊，是逐个神明因拢有家己的即个民俗活动，啊，毋管是大还是因为是大还是细安尼，基本上就是伊家己装的一定是拢会即个神明的生日，啊，就是我是希望讲大家会当无一定讲一定爱去做啥物桥班啊，还是讲顶头的工课，但是若是讲有机会，咱会用一个装诶，咱家己装诶有生命活动诶时阵，会当去了解讲咱在装有啥物款诶生命活动，去人讲咧就是人咧讲诶时阵，咱会当知影讲咱家乡阁有即款诶特色安尼。对，啊，这就是我感觉行遮尔侪民俗活动，伊诶意义就是讲，毋是讲一定爱偌尔啊闹热，就是清明活动即件代志，伊反映诶是即个庄头伊诶活力，若是讲你是住伫咧食庄诶，因为古早诶闹热就是食庄诶人去参与。愈侪人诶时阵，当然愈大。所以咧，像讲伊是因为伊是大庄，所以伊诶规模绝对是足大安尼，对。伊诶，其实咱也算是小小诶庄头，伊嘛是只要咱庄诶人，所有诶人出来出动，嘛会当就是有一个算讲就是展现伊庙会诶活动，伊诶意义就是伫咧展现咱在庄诶活力安尼。所以咧，若是加有机会，就是加去参与家己庄头诶即个活动安尼。以上就是我诶分享，谢谢。多谢阿紧。我感觉真精彩分享诶，因为咱拄过
爷妈做的迄几个月嘛，所以其实你讲的迄北港小过年，迄就是前一阵仔，大家拢咧冲空要去北港看二剧，是迄个活动对无？对对对对对。哦，其实对，我艺拢过车嘿，我拢应该无了讲艺过，解过。嗯哈哈，艺过咧，伊是甲爷妈祖是共一工，就是共迄几工啦。伊是爷妈祖的其中的一个活动安尼。对，若是因为我本身参与的是即个桥班的即部分，就是文庄甲艺过，伊其实是两项，就是文庄是神明咧文庄嘛，艺过车因会行无共的路线。所以大部分的人若要讲着，我最近听到就是讲会讲要去看艺过，其实我感觉应该是伊的重点应该是神叫，对，艺过车是算讲若像娱乐节目迄款的，对，所以颠倒因其实行的路线是无共款的。对对，无会塞车，较早拢加做伙就会塞车。你讲嘛是。敢有人想要问啥物问题？其实咱婚龄真正有足侪即种妈祖的活动。我今仔日听你分享了后，才知影原来第三顿妈的挂香甲大甲妈的进香是无共款的，所以我感觉小可无共。对，多谢你今仔日甲大家分享啊！我嘛感觉讲大汉了后，其实才会知影讲，去了解咱地方的即寡民俗活动，其实，对咱了解咱家己的土地嘛，是一个足有帮助、足有意义的代志，嘛真鼓励大家去做即件代志安尼。咱若线顶若大家拢无啥问题，咱今仔日的课程就到遮，多谢阿景今仔日的分享，再会。